对啊，刚刚好。Ngayon ho kita mapulong sinsi sa tapang tu kita tu saki ni tak tu numita no bisa pangtahay saka nanay kita masa utot kupaluto numita ni hatia tama ko ni baini no tuas anak ko kuswar hatila ay bisa tapang tu kita。好，谢谢毛利甘老师。好，嗨，我们就开始了哈。可能是那个啦，那个网络的速度哈，我到现在连那个画面哦，连那个图片都跑不完。哎呀，我们还没有61岁。好，那个新汉老师，你可以先把，对，不然你们聊天的内容都被我们听到了。好，我们今天一样是，就是根据我们那个 LINE 里面的内容我们就逐一的来讨论原则上，我们本来礼拜一晚上都是会利用李进信老师跟高升龙老师的对话前半段。然后我们针对他们的对话会进行那个回馈，大概是这样的那个形式。但是李老师他这几个礼拜真的是家里的事情就是真的让他忙不过来所以他这个礼拜他又没有办法那我们让他那个能够放心专心的去处理他们家里的事务这样。那我们就一样延续上个礼拜的方式我们把这个礼拜在线上有讨论到的东西我们来逐一的再讨论一遍然后让每一个部分能够厘清让那个我们的假设跟文献的证据能够互相的呼应如果各位对我们这个内容有任何一点点的质疑都可以提出来，因为我们本来就希望被质疑，然后能够去找到更正确的答案更正确的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这样子。好，可以了，这个画面差不多都出来我把它拉到我们最近一次讨论的部分升龙哥。有听到？升龙哥，我比较好奇的是说，我现在就是用你的那个 LINE 里面的记事本嘛，连到你的那个就是那个是什么，就是云端的那个。对。但我有发现一件事你看我们现在累积的页数已经达到82页了。对啊。因为他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就你那边就是如果开2个档案的话，同样是你这个连结你会用吗？如果他一个档案就一个连结所以你现在觉得太长是吗？已经到83页了呢，我怕我们以后按照这个进度下去可能以后几百页这样翻会不会有点太多？我看看能不能做目录。对，然后点下去就跳到那个目录啊。对啊，它好像有可以增加大纲之类的，我再试试看，应该是可以的。好，就麻烦你了，因为你这个 Word 这个好像不是这个是 Open Office 对不对？这个是那个不是微软的是它这个是 Google 什么 ？Google 的 Word 就对了。对啊，不过使用上还是很像只是有点不习惯而已。OK，那这样可以啦。对，因为我怕你看我们现在特别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当我在打开这个档案的时候，里面的图片太多，它就开好久可是你看你有看到你上面有没有看到我的名字？有，因为我也在开这个档案，可是我开一下就开了。
哦，那有可能是我啦，就是我这边的网络啦。我懂了，应该是网络的，因为我早上也是用这个编辑啊，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啊，啊，有的还没有打开成功哎，真是的。为什么对啊，奇怪。哎，会吃流量吗？这个更弱哎。等一下，我这切回来我的，应该跟我没关系吧？没有关系，这个应该就是它本身的问题，重新整理。没事吗？这个是重新整理的意思吗？好，那没关系哈，我们就那个开始了哈。哎，好像快一点，哎，变快了呢。因为我离开了，那是吗？应该有不是你变快吗？的关系，应该不是你的关系，因为这个它放在云端呐、是个人网页的网速的问题。应该是嗯，网速的问题啊。对对对，好，因为我们最近有在网络上面有做跟大家一起互动嘛，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部分是那个阿美族的祖先呐、如何在不同的阶段在各个不同的那个区域取得哦那个不同的 DNA 我们这样想啊，就是说你把阿美族想成是那个在集，它是一个，因为我们最后的结论是说，你要把它变成一个伟大的航海民族它必须要集哪一些 DNA 它要有 C，要有 O，要有 E 要有 B 它是怎么样收集这些 DNA 最后在那个台湾把这些 DNA 全部凑齐之后，把台湾当成是航海的基地开始进入它的大航海时代，就往那个大洋洲出发开始做一个跳岛的一个迁徙，最后到那个波利尼西亚的大三角就是夏威夷，还有复活节岛，还有纽西兰就是最远的这三个，然后就完成了那个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航海的历程那个年代算是超级伟大了。那个年代，那个很久很久以前的人类都没有这样的能力跟技术，可以跨越这么远的距离那我们就是用这个角度去思考说如何凑齐那个就是那么多的 DNA。那这个就是要看我们的推论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区域啊，来取得不同的 DNA。那我们现在各位线上的编辑委员虽然不多没关系，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这个越讨论越深，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参与了，没关系的。慢慢的，我们的那个编辑委员就会固定然后如果有些人认为没有办法参与，就也可以就是默默的退出也没有关系的我们本来就不勉强因为这个说真的要花脑力啊，花时间去消化，也是一个蛮辛苦的工作。有兴趣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要帮阿美族人建立一个那么宏观的历史要从那个语言学还有那个考古学还有古生物 DNA 这么不同，还有我们那个地球科学，这个都要把它跨领域的整合，其实很烧脑，我自己都觉得有时候脑袋都昏昏的，是蛮辛苦的。好，跨领域哇。真的是跨，还有语言学还要靠我们其实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势，就是语言这个也是一个优势跨领域。真的呢，都没有给我跑完，真的讨厌。有一个方法啦，我直接用 LINE 啦，不要用这个这样 LINE 比较不会有问题。赖的话就拉到我那个时候的位置因为它不会一次打开就不会那么麻烦了。好，那我们就用赖不要用那个啦，那个编辑的时候我再用那个 Word 的部分，不然等都不完整。
好，那我刚刚上述讲完这个，有没有委员？我都叫你们委员因为你们未来的名字就叫编辑委员其实我们这一次的编辑教材你们如果能够坚持下去这个教材的未来的功能有2种，第一个是卖钱基本上卖不了什么钱第二个会跟公部门合作，也就是说我们会尽量跟学校端就是说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买给我们有原住民阿美族的小朋友观看的那个历史书那这个形式可能很特别未来我们可能我们的团队因为有不同类型的嘛，可以有的会做绘本，有的会做戏剧，有的会不同的形式呈现，所以我们做一个比较文字的版本作为书面的历史书可能可以给国高中生甚至大学生看。那国小的部分我们把它转换成绘本，那也不要说一下子就把整个大历史全部写完可能一段一段的，那分好几本绘本这样，这是未来的方向。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这种东西如果公部门的需求量大，当然就有商机嘛。一般我也不会去奢望说卖给民间，民间才不会看这种书。那现在整个台湾都在推原住民族的教育嘛，那有的是这个叫做学校形态的实验学校，一个是非学校形态的实验学校。那阿美族的实验学校不多啦，那个泰雅族的比较多。阿美族的实验学校，我印象中好像都在花莲、花东那一带。然后那个花莲好像在那个丰滨，是不是？丰滨，反正有几间学校不多。丰滨一个。哪里？丰滨吧，好像在大港口那个附近。对，好像有一个我记得。那没关系，因为阿美族的学生是遍布在全台湾的各县市了。那我们就如果有族语老师在不同的县市在授课就表示那边有阿美族语的阿美族的学生，那就可以看看用什么方式说利用公部门的方式去说，只要一个学校有一个阿美族学生就必须要给他看阿美族历史用这种方式说服公部门。你再想想看，全台湾有几间学校，几个国中，几个高中然后就算那个数量说一定要买因为学校每一年都有一个经费要申购相关的书籍，你们知不知道？因为我在学校待了差不多10年了，每一年都有钱要买书，你知道吗？那你就公部门发公文说要买书，要买这一本这样因为要提供给原住民的阿美族的学生看反正各种形式啦，绘本戏剧什么，反正我们就先把最原始的文字的版本先建构出来那就要有赖各位的那个努力的，就是努力的形式很多啦，就是说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方式是说多一点点提问。你看今天这几天信燕提的问题还有那个巴若提的问题其实还有那个生龙哥也有提，就是说会让我们引发去思考另外一种可能性。去找答案的时候发现哇不错所以提问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编辑的过程因为我们其实在找资料的过程，有时候会理所当然把它当成是正确的资料，但是事实上有时候那是个人的感觉有时候透过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更容易把这个相关的那个寻找资料的方向那个就是你会提供你找资料的方向，会找到更多元的充足的证据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应该都跳到这个不用等了，直接好，我们来看这个画面。第一个，我们先来把这个确认因为这个确认很重要。如果这个没有确认，我们后面的推论都很难说服别人我们阿美族祖先基因取得的顺序我们从你们看到那个画面看得到吗？右上角
我把这个版面变最大了，但是它字没有变大，但是版面变大。有，还看得到。看得到哦。它这个逻辑是这样，就是说阿美族人哦，他一开始的我们以前没有什么阿美族人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最早我们共同的那个有共同基因的祖先，就是那个非洲第一批离开非洲的智人哦，西型人种哦，就是这个画面哦，你看它的路径啊，路径是长这样。那我们阿美族的祖先哦，是走蓝色那个路径的，从那个非洲一直沿着海岸线哦，全部都是用走的哦，绝对没有船。那个时代哦，那个智人没有办法坐船，他没有那么聪明，就是说他们就一直沿着海岸线走，一直走到我们现在讲的东南亚那一带，印尼那个地方。好，我们每一个部分哦，都让各位提出那个想法跟意见的哦。我就请问现场的各位，从非洲走到印尼这一段，有没有人不认同？我说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不是 D 型，不是 A 型，不是 B 型，不是其他型？为什么偏偏就是 C 型？有没有人有质疑的？都可以，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提问的。我们想办法，大家互相把它解释出来，这样有没有人有问题？第一个部分有那个西型人应该是男的还是女的？哦，很好。那个小飞老师问这个问题哦，我们那个给你看这个哦，刚刚好今天那个有人也有上去玩看哦。好，小飞老师，你有没有看这个画面？有。你看。这个是男生的 DNA 哈，男生的 DNA 分成 A、B、C、D、E、F、G 哈，一直到 T。好，我们来看女生的 DNA， 有没有？女生的就是粉红色的，也有 A、B、C、D、E、F、G 一直到 Z。它中间还有什么 L0啊、L1、L2，有没有看到？有。好，这个是女生的。那我们讲的 C 是指男生的 C， 可以哈？哦，我们指的硒是男生的硒哦，然后就是这个硒，这个硒哦，我要打开这个硒哦，后来呀，它这个是很古老的 DNA 啦，现在很多人的那个就是说很少有硒的这个。很少有硒的这个 DNA， 很少，非常少哦。你知道硒跟 D 怎么样才会保有硒跟 D？ 你们知道吗？被孤立。哦，被隔离吧？对，就是简单讲被隔离啊。我举个例子哦，你们看这个画面哦，这个画面的这个右下角有一个。那个 CB477 哈，或者是 CM38 或者 CM347啊，这一组人马哈，是我们共同的祖先哦。一个跑到新几内亚，一个跑到澳大利亚、澳洲啦。他们去的时候啊，其实是什么你知道吗？其实是那个冰河时期，走路可以走到。后来好玩的地方来了，冰河时期一结束之后，海平面上升，他们就被隔绝在那个岛上了，被孤立在那边。对，所以新几内亚的原住民哦，跟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就是我们早期的第一批的祖先。神奇的是哦，一直到了近代哦，他们的文明哦完全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哦，他们被孤立之后哦。他们没有能力离开那个岛，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这意思就是他们还是用原来的方式去生活。对，全世界剩下硒的哦，就是在这2个地方了。玉林老师，请说。玉林老师不用举手啦，直接讲就可以了。好，对，我是说那个硒跟 D
他们为什么会到南洋这个地方哈？是因为 O1、O2、O3出现在中国大陆，他们以前是在中国大陆发展，因为他们是要被 O1、O2被那个什么被吃掉，要让就是要占领那个中国大陆这个位置，所以他们就被退到南洋这个地方。C 跟 D， 因为当时棕色人种跟矮黑人种、黄种人出现啊，才变成到这里。没有错，没有错。其实那个玉林老师提供了一个更直接的证据哦，就是 C 跟 D 的基因啊，比较不是那种好斗型的，可能是比较崇尚和平的基因吧。当那个 O 啊，你们知道那个 O 就是我们那个第二批离开的 O 太聪明了。对，那个 O 的演化哦，它是人类演化的最后一个阶段，你们知道吗 ？O 啊，是人类智人在进化。我一直讲进化，因为人也不能说好了，我们就讲进化，你们不要把它想成进化论哦，因为那个已经都是智人了，就是说他们在基因突变的过程中。O 是最后一个阶段的人，也就是说 O 是经过各种突变的过程，它是形塑成最怎么讲，最聪明吗？反正就是他的脑袋跟他的文化哦，就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基因的表现呐，就是 O 哦。那他到了那个，因为 C 跟 D 老早就到哪里了？中国大陆，他老早就到了。为什么 C 跟 D 现在在中国大陆 ？D 还有啦 ，D 融入了那个藏人的协同里，还有那很多中国大陆的人都跟 D 有那个融合，有那个混血。大部分的中国大陆是这样子的。对，还有你们看那个东南亚那种肤色比较深的很多都是 D 的后代，他们也是被 O 赶到那个南亚那一带啊，所以你们看 C 跟 D 的命运比较悲惨那有一支很特别就是我们走那个华莱士线的那一支它北上之后，就是我们跟神文人有共主的那一支它北上之后就改变他的命运了。他没有被关在哪里，新几内亚，跟那个哪里，跟那个澳大利亚。澳洲。对，我们就在人生的转折点我们走向了另外一条路这个很重要不然我们也跟去新几内亚了。好，就是说CM8那边就对了。对，那个没有 CM8是另外一个，他老早就分叉了。这一条路线他没有写出神文人那一条路线，他没有写。等一下我会画给各位看另外一条。后面的学者有发现有另外一条往上的。好，以上有没有人？我们每一个地方都讲解清楚一点你看像那个玉林老师就知道 C 跟 D 是最早到东亚的，那 O 比较慢，但是 O 把他们都赶到边边角角的你们看那个最上面那个黄色的箭头O 还把他们赶到那个南美洲了，你看看他从那个白令海峡上面有没有？他穿过去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我们讲的印第安人也是有硒，你们知道吗？就是印第安人嘛。对，我们讲的其实硒就是比较偏棕色人种啊，它也不是很黑，它是比较偏棕色人种。印第安人不黑。对，不过他们沿路还是混血啦。原来的那个硒不是那么黑最黑是 D 因为 D 有那个所谓的尼安不是叫做丹尼索尔人的基因D 就是有丹尼索尔人，所以他们的肤色会那个特别的黑。我们算是不黄又不黑啦，棕色，但是你说有没有比较黑的也有，我有看到硒有特别黑的，没关系。老师，你这个放在古代都是白的。你这个是晒太阳造成的。OK， 有没有人还有问题的我们的硒的祖先在所谓的印尼那个地方选择走华莱士线北上，这一段我们每个编辑委员都要认同如果你不认同，一定要提出你的看法跟意见我们每一段都确认。东南亚往北上是不是？
对啊，老师，你那个星海老师，你是等一下我会把那个华莱士线秀给你看，因为我们这一段先看西大概的走法。那个 CP39就是大概就是那个印第安人啊，是。对对对，没有错，就是往那边到北美洲又到南美洲的。南美洲嘛。对。哦，好。他们的命运比我们还悲惨呐、说真的。真的，他们被那个。对啊。被殖民的时候啊，对，也很悲惨，都很悲惨的。反正那个被当奴隶来用啊。黄种人跟白人哦，不知道哦，可能本身 O 型的特性就有侵略的性格，那也没办法。好，对了，对，没有问题哈，都认同哈，没有问题。是，你知道吗？西系那个印第安人他有 O 跟 C 跟 Q 的血统哦。对对对，所以我说他沿路不可能只有 C， 他会混血。对，他也混到 O 啊。会啊，他都在中亚了，怎么会不会碰到 O？ 对啊，对，他是 O 跟 C 的，他是 O 跟 C 的混血啊。对呀、O 跟 CD OCD 都有吧，应该都有。没关系，我们不用研究印第安人啊，大概知道他走向就好了。因为我们刚刚研究阿美族头都昏了，都动了。对，想问一下哈，你说那个 B4A1A 这个是跟C4者是在这个你说在这个南洋这个地方被混血的吗？那怎么说北方的山东人？等一下，玉林老师 B4，我们一个一个来哈。B4A 的话是等一下，我们慢一点，我们先把 C 确认，一步一步。好。对。OK 哈，那我最后都要问升龙哥，那你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想提问的部分？没有，没有哈，目前没有。好，那我们就确定了。我们的第一个路径就是我们从西开始出发哈。好，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部分，我们到了这个部分就是刚刚那个星海老师提的哈。那我们的祖先哈没有跑去，你们看这张图哈，我们的祖先没有跑到新几内亚，就是 C2 跟 C6哈。也没有跑到那个澳大利亚，就是 C4。我们的祖先往那个另外一条往那北上，那一条北上你们现在看不太理解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图应该要给的是什么？要给那个巽他大陆，就是说冰河时期的时候，那个印尼那一带还是陆地的时候没有海的时候的才看得见。等一下会有那个图。好，星海老师，我就回答你的问题。我们的阿美族的祖先在华莱士线的时候跟C2跟 C4又分开了，我们选择往北走。这样子看得懂吗？那个星海老师？有，我看懂，我有看到，然后往北上。可以哈。所以它还有分1、2、3哦，那个 C 它有分1、2、3、4。C 有分 C1、C2、C3、C4啊。那我们原则上阿美族的那个祖先跟那个神文人也是 C1。不过我跟你讲，我们的 C1的 DNA 几乎都不见了，因为我们又被一大堆的基因盖掉了，所以阿美族沿路上碰到太多不一样的基因混来混去了。所以你现在要找阿美族身上有没有 C， 找不到。哦，了解。是找不到，那这样那个性格就没有吗？他那个怎么讲？我们阿美族的性格还好有 B 出现，是怎么样的？等一下我们再讲，还好有 B， 就是说，如果我们C不见我们跟 O 没有什么两样了。讲真的，讲难听一点，我们就是百越民族扩张到那个大洋洲啊，这样解释就结束了。就是说，那个我们还好有，因为我们有一个关键的 DNA。最后那个玉林老师没关系，最后我再讲，
关键的 DNA 在最后取得。好，我们其他的编辑委员还有没有问题哦？阿美，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更清楚的图哦。这张图就是那个阿美族哦，沿着华莱士线，你们看那个华莱士线就是那个往北的那个，在印尼的那个爪哇海那边有没有转弯哦？往婆罗洲那个那一段，对，这个就是华莱士线只有那一段吗？对，只有那一段。哦，后来我们那个冰河时期结束，这一条线就看不见了。凯明老师，我想问一下一件事，你刚刚西山从这个印尼这个地方，你说这个奥尔州的地方到这个，你说西山这个部分，这个西山啊，你说西山是我们的祖先吗？嗨，你说那个它有文献吗？可以做那个？你是说西那一条？那一条不算西山呐，我们的比较算是那个西湾。我们的祖先应该是算西湾吧？对，比较像西湾。从台湾到西山，他跑到那个我们讲的那个蒙古草原那边当那个游牧民族了，金刚藏高原了。对，你知道吗？其实这个西是属于外国人的血统。不能这样讲啊。其实那个严格这样讲，就是说，当初离开非洲的第一批的智人我们讲那个就那个人类的那个人种你可以不认同有所谓的直立人，还有能人，还有智人。我们是进化从直立人进化到智人的第一批人然后我们是。当初那个智人在非洲有 A、B、C、D 这4种人，那 A 跟 B 没有离开非洲，就是现在的非洲人 A 跟 B。那 C 跟好，你说，我说有他的文献吗？文字文献有可以做证据吗？你说哪一个部分？就是你说刚刚那个智人啊，从智人从非洲出现。这个很多，这个我在传给这个这种的文献特别多，而且你去那个 YouTube 有的那个有动画，那个讲的更精彩。就是说，就是有 A、B、C、D 4种人呐。那 A、B 他没有离开非洲 ，C 跟 D 是第一批。那 C 跟 D 的路径又比较不一样C 大部分是走海岸线，那 D 走到内陆去了。后来你刚刚那个玉林老师，你提到那个 D 就是跟那个O 混血的，就是藏族人嘛，他们就是混到 D 了嘛。那最纯粹的 D 在哪边？你们知道吗？就是在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孟加拉有一个叫安达曼群岛那上面的黑人的肤色跟煤炭一样黑呢。那个就是 D 型人的最纯粹的丹尼索尔人的。那个没有混到其他族群的，因为他们也是因为冰河时期融化的时候，他们又被孤立在一个小岛所以他们就是真的哇，那个黑色的黑是跟那个煤炭一样黑呢，黑到会发亮。对，是那种黑他们就是人口也多吗？啊？他们还原的很多人口吗？他们现在还有呢。你如果你去打那个安达曼群岛，你去看上面的，我在想，现在已经有一点混血了。当初那个人类学家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孤立，他们就跟我们那个西万，对不起，那个新几内亚跟那个什么澳大利亚一样，就是被孤立在岛上的最早的古人古代的人。所以我们都是混血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同源的 DNA 啦，就这样讲。所以你说那个西是不是阿美族的祖先？严格讲也不是，只是它是我们的开头而已，就这样子。还有没有问题？对，我有一个问题是这个从非洲一直到现在南亚这边你前面有提到说4300多年。你说从非洲离开是7万年前，7万年前。
他走到那个印尼那一带东南亚的时候，大概就是5、6万年前，他走了1万年从非洲走到印尼啊。到台湾八仙洞3万年前了。对，他走到那个八仙洞的时候，或者是琉球那一带3万年左右，经过了4万哈。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人呢、跟我们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啦，说真的，因为太遥远了。对，我就在想说，在从非洲一直到现在这样的一个，跟我们的那个原来的血统都就已经没有相。没有那个新海老师所以你们一定要问问题，就是这样。阿美族的血统是凑出来的，你知道吗？我们本来只有 C， 后来又加 B， 后来又加 O， 后来又加 E， 是我们的。你要这样想，我们的基因是叠加出来的，它是累积的，所以没有一个阿美族原来的血统，没有这种东西。阿美族的血统是被累积出来的，你要这样想，就是说你现在身上有 E 啊，有 A 啊，没有 A， 有 E 啊，有 O 啊，而且还有 O1 跟 O3哦，你又有 B， 就是说。你现在的 DNA 是累加起来的结果，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曾经有 C 的祖先，我们曾经有 E 的祖先，曾经有 B 的祖先，就这样子。了解。对，没有，从来没有一个说我们有一个非洲的阿美族祖先，没有那种东西啦。我们只能说，我们的过去第一代的祖先走到哪边跟谁通婚之后，他就。有2种基因，他又走到哪里又通婚，又多了一个基因，又走到这边又通婚，又多了一个基因，最后现在变成阿美族这个基因。那我们的终极的目标要把它推到说，阿美族人最终成为那个最伟大的航海民族，是这样子。因为这个航海民族需要这一些的基因的组合。对，我理解，可以。有没有问题？所以你们有时候不要说那个阿美族那个跟这个基因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你说有关系也是有，它是一个过程。你说没关系也是没有，因为你现在的基因是好几个，它只有一个。我们不能说C一定是我们的祖先，但是我们的祖先是有当过C，就这样子。那如果说假设从非洲那个肤色不知道是什么，一直到东南亚的变成黄种人。我要说话一下好不好？好，你说。那黄种人是从什么来的 ？M 是白人 ，O 是黄吧哈 ，O 是可能是棕色哈，还是 C？ 我都有点搞混了哈。M 跟 O 混血之后好像变成是 O 这样子，因为是白皮肤跟好像白皮肤跟黑人就混起来就变成是黄种人，好像是这样子嘛。棕色人应该算是棕色人种，其实人家说黄色，人家说其实 O 是属于棕色人种呢。这样子讲也不完全正确了。基本上那个黄种人。它的前身我们一般讲那个，我给你们一张图你们就比较可以理解的，就是说，基本上那个颜色不是 A 加 B 造成的啦，有很多的颜色是那个基因突变造成的。说的对了，是基因突变的话，就是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吃的跟水土的关系吧。对，我们来看这一张图啦因为你们好像很想知道那个黄种人的出身黄种人也是我们的祖先的其中一支的，而且我们具有 O1 跟 O3我们跟台湾的原住民族最特别是我们竟然有 O3那我们你看从非洲出走的有一支就是那个你们看那个就是这个 F C D E F那个 E
，E 有离开非洲，但是 E 没有离开很远哦。那离开比较远的是 F 哦。我们那个 C 跟 D 都已经到东亚了哈，那个 F 还在那个中间哦，就是现在指的那个位置。你看那个 F 哈，它产生什么？它产生了一个 K， 有没有看到那个 K？ 哎， K 是黑人呢、啊？什么 ？K 是黑人啊？ ？K 不是黑人呐、不是哦，不是啦，这边这一群人没有黑人的基因，这一群人没有。没关系，你们不要把那个黑人白人想那么重啊，因为我跟你们讲哦，你们现在太把那个外观当成是基因判断。你们知道以前那个我们讲的那个 R， 你们看那个 R 哈，往上看那个 R 跟 Q 啊，他们曾经有基因突变是哪一种？黑皮肤、蓝眼珠、金发，那个都是基因突变的问题啊。所以我跟你们讲说，黑皮肤。你说，我说 Q 哈，你知道吗？是那个大陆的一个叫最聪明的那个孔子嘛，叫什么名字？那个诸葛亮哦。人家说诸葛亮他是 Q 的血统。没有关系，那个玉林老师，我们先不要把最聪明、最白、最黑这种外观来去加注在某一个 DNA 啦，这样子你这样讲话哦，会变有那种人家讲说种族主义，你知道吗？我们用比较客观的去描述就好了。那个 F 哈，它衍生出的 K、R， 这个都是白人的后代。那你知道到什么地方？你们看那个有一个叫做 K2 的，有没有看到 K2？ 有 K2 那边有一个所谓的基因突变哈，产生了 NO， 有没有看到？基因突变变成它产生 NO 之后哈，黄种人诞生了。也就是说，黄种人是白人的基因突变，你们懂这个意思吗？啊，所以人家说黄种人是属于白人。所以你们，所以那个玉林老师，你刚刚突然说黄种人是那个白人跟那个黑人，所以我的意思说哦，我们不要预测啦，就是说资料怎么讲就怎么讲，这个网络上的文献一大堆哦，这个都可以看，所以。我要你们看的最终的目的是说，这个 O 啊，这个 O 是整个人类进化的最末端，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懂，因为他走很远很远的路才就是那个 O 变成最末端已经很成熟了嘛。对，最完整的一个。不管是在它的文化的发展上。或者是生活上都很完整啊，他的心智或者是他的脑容量，严格讲，他说历经各种的摧残哦，各种的挫折，各种的历练，对，造成了一个 O 型人。那你们看到这个 O 型在这个位置是大概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15000年左右，1万多年前，15000年。我们的那个，我刚刚那个升龙哥不是说我们沿着那个华莱士线到台湾这个附近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长滨文化是3万年，我们还没碰面哦。西跟 O 都还没有碰面哦。西到了台湾的那个八仙洞，到了琉球，到了日本哦。O 都还没有来大陆哎，还早，这样可以理解哦。就差了15000年就对了。对，还差很久。好，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我理解。哦，我们是编辑委员，以后你们不要跟人家讲说黄种人就是黑人加白人，然后被骂。哦，可以理解吧？所有的可以。所有的过程都是基因突变造成的哦，不然到时候变成种族歧视了。它不是 A 加 B 的问题哦，那你们也不要特别去强化，因为我们知道就好。不要去强调话说 O3 比较怎么样 ，O1 比较怎么样，那个 O 比较怎么样都不要比啊。对，不要，我们就描述那个事实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到时候我们这一段一定会在教科书里面去呈现嘛，那我们就不要掉入那种一般人的所谓的民族的情节啦，那个民族主义的情节啦。对，汉人有时候他们要讲说。我要找O3那个贵族的那种血统，你看他们就喜欢玩这种游戏啊。O3里面有贵族的血统，就是
就会掉入那种君王哦，那是那种民族主义的情节啊。这个他们是贵族的 DNA， 他们是什么的 DNA， 所以变成哦，你看现在中国大陆开始在找那个以前那个皇宫贵族的 DNA， 就是贵族跟贵族联姻啦，都是这样。他们也是平民，只是他们不小心当到皇帝了，他的 DNA 没有什么了不起啦，就这样子讲，这样可以理解哦。不小心被挖到了。不是不小心被挖到，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当皇帝，只是他运气好嘛。刚好他比较可能做了某一件事情就说话的能力很强啦，所以对了，他可能运气好一点，但不代表有他欧的那个，比如说欧3的吼，就代表欧3的人都是那种能力嘛，你懂我的意思吗？不能让属下提升他们，以偏概全，就是说我们在描述这个那个所谓 DNA 的时候，就尽量是用中性的、客观的去描述就好。就像我们说，他肤色比较黑啊，也不要强化说，他就是黑妈妈的这样子哦。就是说，你就是描述他是棕色的，他是黄色的，他就这样讲带过去就好了。哦，好，可以，有没有现场还有没有人其他有别的问题的？没有了，没有哈。MO 然后往上延伸到那个 N。M 是往那个好了，我们不要再延伸了。你们有兴趣的话，自己去 Google 就好了。对，哦，因为它这个 DNA 哦很复杂，很多啊。这个我讲的这个都是男生的哦，这个是父系的 DNA， 我还没有拿母系的嘞，因为一大堆乱七八糟，很复杂。所以我们就那个大概这样子就好了哈。好。那一在哪里出现？你说什么？一是女生的，这边没有。这都是男生的。这是男的。所以它演化顺序是7的。111 A1。哦，对，好，没关系，刚好新燕提到，我们就直接顺着讲。女生是 M 是它是从那个阿拉伯这个地方是从那边形成的啊。女生的 M 母性的协同是 M， 在阿拉伯的这个地方，这个海湾这个地方出现的。M 是属于 C 的部分哦。我们那个女性的部分呢，我们再找一个时间呢，因为你看我们光讲男性，大家头都昏了哦。我们先把阿美族的，因为刚好那个信燕有提到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哦，就顺着信燕的部分，我们来继续往下哈。好，我们刚刚是走到这个华莱士线嘛，这张图就更清楚了。好，这个是母系单倍群 E1A 哈 ，E1A 这个位置哈。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去查哦，那 E1A 是怎么来的？我们来看一下，你们可以利用这个啦。我刚刚好就停留在这个位置。我教你们怎么查哦。第一个，你们 E1A 一定是从1来的哈，然后再从1到E1到 E1A， 它这个是累积的哈，它是这样子突变一点一点的突变的。好，你们看哦，这个图哦，1嘛，你们看一下左边哦，它不是有一个1有一个 map， 它就是1的 DNA 的地图，你就把它点开来看。有没有看到？你看那个红点的部分是有挖到骨头的啦，哈。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有1的部分哈，它有挖到骨头的地方是在哪里？泰国、新加坡，还有台湾。那这个1哈，原则上不是那个，它应该就是后来我们航海的时候跑过去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动线是怎么样。它应该就是从非洲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分叉往这边到所谓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讲的那个巽他大陆，有没有？就是这一块，有没有？可以理解吧？所以你看它这个在新加坡这边有挖到1哈，你就可以大概知道把这2条线连起来，就是知道它是从这边下来的。新燕，我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那他这样是跟西一起来的，是不是？原则上他们男女会一起来，但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跟谁来，他有可能是跟 D 来，有可能是跟 C 来，有可能是跟别人一起来，我也不知道。这个没有办法去证明说他那个跟谁来啦，这个很难，因为他们的那个 DNA 的序列就是说，爸爸传给子女的叫做父系的 DNA， 妈妈传给子女就叫做母系的 DNA。所以那个，玉林老师你说，我说一的爸爸是什么基因？没有那个玉林老师，我再讲一遍，没有一的爸爸就是从妈妈传到子女身上的 DNA 是妈妈传的，爸爸不会传一给子女。没办法在女生这边查出他的父系的基因查不到。可以啊，你如果查的话，你可以查爸爸妈妈都查得到啊。但是你看到一的话，那是妈妈给你的；你看到 C 的话，是爸爸给你的，是这样的意思。那我知道了，那这样的一的爸爸是 O。没有啦，你怎么知道？没有，不能这样推论啦，因为一是妈妈给的，你怎么知道一的爸爸是 O？ 妈妈，我讲一就是女生给的，她可能她的爸爸是 A、B、C、D 都有可能。我是从亮岛，一是妈妈给的 ，C 是爸爸给的，降价了。我是从亮岛这边推论的。亮岛那个很慢的，那个亮岛8300年，那个后面的啦，那个已经很晚期了，还比那个八仙洞那个3万年还晚呢。对呀，没关系，我们理解，我知道我这个 DNA 本来就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东西就是说你们一定要记得那个男生的一脉的那个什么传承我们就叫做那个 Y 染色体 DNA。Y 染色体女生就 X 嘛。Y 染色体就是指男生的，那女生的话就是粒线体，但是大陆叫做线粒体，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念我有时候也会念到线粒体，就粒线体 DNA 是指女生的 DNA。粒线体。对，所以玉林老师，如果你生女儿或生男生你的 DNA 就会传给你的女儿或者是你的儿子。对，那至于他的爸爸是谁，那要看他爸爸是谁才知道他爸爸的 DNA，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懂，难怪我们会母系社会。对，我等一下要跟你们讲为什么那个阿美族在跳岛迁徙的大航海时代会以女生的 DNA 为主，就是这个原因的。好，那个我们回到刚刚这个问题那个新燕，这样还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所以那个红点啊，就跟着是跟西的路线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是两种人是走在一起的。有可能，你这样的假设是非常有可能。所以才会在台湾那边发现111A 的阿美族的主因，那个基因111A1。那个111A1严格讲是后来阿美族从菲律宾回流台湾带去的啦。本来应该在对面，在那个亮岛那边，他不是在台湾，他在对面，在亮岛。对，你知道吗？亮岛的人后来又上浙江这个地方，对，没有错，又去那个日本这个地方。对，他们是O1到处乱跑啊，对啊。
其实那个我们那个有提到，我就讲一下，欧万就是以前的百越民族啦。百越民族应该是欧系列里面的海洋民族，哦，欧系列的海洋民族就是那个欧万的。对，所以也跟那个丝路有关系啊。丝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海洋丝路。海洋丝路哦，我第一次听过。一般是不是陆地才有丝路吗？他们海洋丝路就是说卖那个东西的啊。对，卖东西的，就到南洋啊，到东南。啊，陆地上也有了，有一条丝路。那好了，你们这样定义我就懂了，就是说你说海上贸易的那个线路就对了，就是对，那个就是丝路。那我要讲的就是说，为什么阿美族会变成海洋民族？最关键的 DNA 就是欧万的。我简单跟你们讲就是这样，因为它有那个欧系列里面的百越民族的 DNA， 那个百越民族就是欧里面的海洋民族了，简单这样讲。好，我们回到那个信燕讲的信燕你讲的假设有可能成立，也有可能不成立，这样可以吗？信燕，我跟你讲一个逻辑，就是说。男生的 Y 染色体的 DNA 走得非常的快，就是它移动的速度很快，但是那个女生的粒线体染色体它就移动得很慢，这个就会造成就是说他们有时候是不同步的，可以吗？心燕可以理解吗？所以它有可能是一起的，有可能不是一起，他后来才遇到。了解，不成立的就是你讲的第二点。对，因为那个文献上女生的染色体，女生的 DNA 就是在他们的在研究的过程中移动的很慢，所以你看女生的 DNA 会比较准，你是哪一个 DNA 会比较准，因为你看男生的他到处乱跑。到那个风花雪月嘛，到处流肿，没有，你也不知道是谁的，就是混来混去啊。但是女生的比较稳定，就是这样子。这个也符合我们阿美族的那个那个男主外嘛，女主内就在里边嘛，都尽量。他那个小白老师，你这样讲是正确的，没错，但是不是只有阿美族哦。全人类都一样，女生的 DNA 就是比较慢的，是哦，男生的就移动的很快。男人所犯的事情跟全世界的男人都一样。哎呦，你们现在是怎样？好了，我就说我们这个 DNA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课题的，就是说那个 DNA 它有可能是中间遇到的，有可能是一起走的，都有可能但是我简单讲因为今天刚好那个有问到那个巴若昨天有问到嘛，就是说男生的 DNA 真的比较复杂，对啊，但女生的 DNA 比较稳定，比较稳定，对，就是这样讲好，这个图我们看一下就好好，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重点阿美族人在走到那个印尼这一的部分，巽他大陆的时候，往那个华莱士线，就是往上走的那一条线阿美族人就跟E1A 结合了。这个是 E1A， 我们取得 E1A 是在这里我们取得的 E1A 是在这边这很重要凯明，这是 E1A 是棕色人种因为这个地方只有棕色人种或者是黑色人种才有这个地方原则上有可能，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种，因为 E1A 应该算是棕色人种。应该如果照时间来推的话，它比较早出来的那一批颜色比较深，是真的。对啦，可是没有，他不是矮黑人的是棕色人种。不是阿美族的 DNA 没有矮黑人，我们就没有刚好没有混到。我到时候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先不要讲，因为这个矮黑人的 DNA 它有特别的路径，刚好就跟有一些族群就碰到一起了。
我们到时候讲那个矮黑人，因为阿美族没有 D 啊，对，他没矮有黑人族好像跟塞夏族比较有关系一点。跟他们的祭典有关系啦，跟对他们的对血统没有关系。对对对，跟塞夏族比较有关系一点。对，好，跟日本人日本人很多 D 啊，对啊。上可是属跟日本你他们是们你要这样一样的。讲啦，D 不是一定是矮黑人呐，像矮黑人是属于 D，但是 D 不一定是矮黑人，这个是不一样的绝对关系的哦，这样可以哈。是，了解是。哦，不然那个藏族人也不会很矮啊。对啊，藏族很高呢。对啊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地，然后再问一下真龙哥，真龙哥，那这个地方哦，阿美族西啊，它经过巽他大陆的时候哦，就是我们讲的，我们现在就把巽他大陆当散拉塞了哦。那个松林大哥，你说散南牙塞哦，那个也有人这样讲啊，但我们就也不要去管说到底他怎么念了哦，反正我们现在把它当成是什么？巽他大陆就是但他的所谓的散南牙塞，这样可以吗？可以啊，可以。真龙哥，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部分，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从考古是确定就是巽他大陆吗？你是说那个考古确定什么东西？散拉塞，那个没有人敢确定的，这一段只有很多人提到。对啊，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就顺势的把它当成，就是说，因为阿美族是从南方来的嘛，如果我们是从印尼这一带往北上的话，这个地方就很像是他们讲的散南亚塞的位置啊。对对，如果说确定没有一个地点，就是说巽他大陆这个区块，如果说没有一个确定的地点是叫散拉塞的话，那其实按照这个路线，其实就是那个区嘛，那就其实当然是可以把它当做就是散拉塞，也不会勉强了，就是说应该反正范围很大嘛。对，反正是南方来的嘛，对啊，反正都是从南边来的路线，啊，所以是没什么问题OK， 对，好，那我们的所有编辑委员都认同我们那个阿美族得到一个母系单倍群哦，也就是说我们的男人跟具有母系单倍群的女性通婚的。所以他们的下一代北上的他们的下一代北上之后，他们身上就具备了2种基因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好，我们继续往下。可不可以问一下哈？你说那个父系从泰国这边进来，那是一定是欧，到这个地方，这个爪哇这个地方是跟这个爪哇裔的人通婚这样子。这个时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那个欧进到那个东亚的这一带15000年，这个时候欧都还没有在这边呢，欧还没来。了解。对，我们如果用抓时间就可以知道欧其实他现在还在分裂中，还在跟白人，可能还活在白人的身体里面呢，那这样的话父系是 C， 母系是 E， 都是棕色人种啊。对，还没有变，对，所以有一点嘛，棕色给他。OK， 棕色人种差不多也是我们有一些阿美族的颜色啊。哎呀，有，没有很黑就是棕色人种了。小白老师是太阳晒太多了。OK 了。好，我们这边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我们讲到我的滑鼠没办法控制，你看。还没有。我有一个问题新闻老师你说。刚刚你秀出来的那张图好。你秀那一张图。等我一下，我再秀一次因为我的问题是说，从印尼一直到台湾这一段的这个迁徙，可以算得出它的从那个滨海时期的时候，
它的路径一直到台湾，又回流，这个年代大概有没有？可以放得出来它的年有，代吗它这个有年代的，它这个。等我一下，我换一下滑鼠哦。被你们讲的太激烈的滑鼠都没反应。就是在冰河时期了，那时候海平面还没有上升的时候，那边都是大陆了。好，那我跟那个金海老师讲，因为他是走路的嘛。对，他是走路的。那真的。所以你看那个年代一定很久远了。对，很久。万年了。我跟你讲，大概这个地方哦，那个大概是我们算5万年了哈，6万年我们就算5万哈，因为他说5、6万，我们就算5万嘛。算5万，那冰河时期结束了？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吗？冰河时期，他这边没有海啊，这个马来西亚都是陆地嘛，对不对？对，你看马来西亚跟印尼是连在一起的，还有婆罗洲有没有？就是新他古路这边。对，这个地方现在这个地方都是海。哦，现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爪哇海，这个上面是土。爪哇海，它这个暹罗湾，这个是基罗湾，暹罗湾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没关系，反正这个地方现在都是海，以前是陆地哈。那阿美族就顺着这个，那我们就抓5万年哦，很久很久以前呐，这个都很久很久以前。好 ，OK 哈，没有问题哈。那阿美族人在这边。边生活边移动，边生活边移动哦。你说阿美族人有没有可能跑到内陆里面？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有可能。跑到内陆的里面，可能他就演化成另外一种文化的人了，就不是现在的阿美族人了。有可能。对，有可能啊，几率很大啊。几率很大，混到印尼啊，马来西亚。对啊。那我们的另外一只它就顺着这个边嘛，海岸线一直往北走。好，它现在走到台湾哦，我们再往下看哦。好，我们顺便看一下这个1万。好，这个是它的族谱哦，这个是1万的族谱。好，我们想要刚刚那个谁那个信燕嘛，信燕，你看一下这个图的左上角，你有看到吗？1万亮岛，那个 M9，信燕，你有没有看到 M9？ 你说 M 吗？有啊。对 ，M9 就是母系的，就是它的1的前一代，它基因突变的下一代就是1，它的上一代就是 M9。就是那个啊，从那个什么阿拉伯这个阿拉伯沙漠这个地方，海湾这个地方来的啊，这个 M9啊。这个我还没有研究那么深呢，反正我们的讲法就是说，这个1的系统是从那个 M 那边，从 M 那边分裂出来的哈，这个就是基因突变了。所以你看它到了1的时候，然后是不是那个1下面就是接亮岛人，就接1万，有没有？那在1万 A， 好，它那个往下一对的话，1万 A 就是阿美族的母系的其中一个，有没有？有看到吗？那你看那个泰雅族是1万 A1， 有没有发现？往下看1万 A1， 泰雅族就是1万 A1。所以我们跟泰雅族基本上以前是很血缘非常非常的近的，就是这样。是泰雅族的祖先的妈妈，就是他的妈妈，他的儿女娶了我们的阿美族的小孩，是这样子的。有可能这个逻辑就像你这样讲的，对呀。哎呀，他们衍生出1万 A1 这样的基因在台湾很多，1万 A1 的。现在你看泰雅族的基因都是1万 A1 啊，在台湾。那我肤色也跟我们差不多啊。透过这个图我们是1万 A 嘛，所以泰雅族是我们1万 A 分出来的1万 A1， 是这样的意思吗？对，所以泰雅族是我们阿美族分出来的。
你要这样讲也可以。子孙的孩子，我们的子孙就嫁了到这个泰雅族这个地方啊，变成A1 啊，因为这是梯度的那个其实有时候对，这个就是那个讲的梯度的概念了。那我们不能单只看那个男生呐，不女性呐，还要搭配男的一起看呐。因为阿美族的 O 跟泰雅族的 O 又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有参查到 O3，泰雅族没有 O3，也就是我们的血统比他们再更复杂一点点。泰雅族我跟你们讲古代的百越民族啊，长得最纯粹的你们我们讲的那个东南沿海一带的O1啊，长得最纯粹的就是泰雅族的样子，这样你们可以理解吗？因为在冰河时期结束之后，那个O1啊跑到台湾之后，他们也离不开台湾的，他们也不会航海，他们就在台湾住了几千年都没有离开过台湾呐，直到我们阿美族回流的时候才碰到他们，但是他们又跑到高山去居住了。所以他们又处于一种封闭的生活形式啊。那阿美族一直在做生意嘛，他就跑来跑去他的血统一直在混。但是泰雅族人就一直住在山上，一直到现代所以也是啊，就固定在尖石乡跟复兴乡就这样而已。你可以想象说那个古代的百越民族，泰雅族古代的百越民族的长相就是泰雅族的样子。我说泰雅族所居住的地方是在台北这个地方，三重啊，什么那个的哪里，还有那个乌来也有。可是他们最主要是在三重，还有那个板桥啊，这个地方三峡，这以前是泰雅族他们的区域。对，那个我们回到这个哇，你们都是会把话题扯很远刚才玉林老师讲的很好，这个就是以前早期的大坌坑文化。大坌坑文化就是在4200年以前到6000年这段时间泰雅族人是住在山下的，他们4200年后才往山上移动。他们本来是平地的。刚好我们那个时候就从菲律宾往台湾移动，刚好他们就去山上。世界上就这么巧的事情啊。好巧。对，好巧。说这个泰雅族是比我们在台湾居住的还久了。他们住超级久的，他们从冰河时期结束之后就没有离开过台湾了。我们阿美族在外面晃了2000年才回台湾呢。对啊，可是他的那个E1 A1 又扯上E1 A。跟阿美族的这个血统又有我们的妈妈是同源呐，你这样讲就好了。阿美族的妈妈跟泰雅族的妈妈同源，同一个。对。了解。父系也是同源啊。父系有同源也有不同源。阿美族的父系有2个来源，对。那话说回来，他们的人口怎么还是没有办法增长呢？没有啦，没有办法增长这件事情有很多因素啦，也不能说只有单一因素啦。没关系，我们把整个讲完或大家的会比较清楚因为细讲的部分我们未来再细讲，我们先不要讲那么细细讲的部分我们未来再讲，因为我们先把整个基因的组合走完，这样子可以吗？好，可以。好。我们得到10000之后我这边都有传给你们了，你们有兴趣就可以看有都有读，对，如果有读的话你们看最后一行字，一群是属于东南亚群岛和台湾原住民的血缘，我念给你们听推测在巽他古地就是巽他古路那边发展。一群中特别的是E1
E1A1A 血缘的扩散被认为和最后一次冰河时期结束、冰河溶解、海面上升巽他古陆沉没引起人群的迁移有关，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推论这个都是要文献的，我们不能乱讲啊。我们为什么说阿美族得到E1A 是在巽他古陆得的？因为它的文献就是说，它这个地方就是有可能是因为遇到那个什么冰河时期结束的时候，然后移动往北所以北边才会有E1A， 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这个是论我先打岔一下，你说他阿美族在这个地方得到那个E1A，那时候几千年？不是几千年呢，几万年了，几万年了。到了亮岛的话就8-9千年了，是，那我知道。很后期的，因为1万的人全部都因为没有办法，只好往北边走了，他们就是往北走啊。没关系，我们先走完因为它这个细节很细。我们如果要单看每一个的那个 DNA 的走法我们还要看它的地图啊，会比较准。没关系，我们先走完，因为我怕我们今天讲过。先走完 DNA 的。我们先看文献的啦我们看文献怎么讲你看他这边讲南岛人在13000年就已经到达台湾了这个跟我们预估的时间还慢一点，我们更早。好，我们看一下那个慢了17000年了。我们看一下那个，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八仙洞3万年就有人了。你们看一下那个亮岛人的基因，你们看最后一排倒数第2个，亮岛人的基因是属于E单倍群演化到E1，有没有看到？有。而人类的E单倍群最可能的来源正是巽他古陆，有没有看到这一句话？有巽他就是撒那塞，对，撒那好像可以塞。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只能就现有不管是文献的，不管是论坛的借由人家的推论他们也是花时间去推论的。那我们如果你有办法推翻它找到新的证据就可以了那如果有些人有做这样的假设，我们就用，那再搭配我们的假设，如果是呼应就 OK。海明，这个陈属什么后面那个什么念卓吗？他是那个林玛丽老师的学生，他好像林玛丽所研究的基因他推翻，可是这个陈教授，人家像外国人都没有接受他所推论的那个基因的那个事情，所以我是对这个陈教授有一些对他有一个疑问，他所研究的那个基因法，因为是他去推翻那个林玛丽教授的那个基因的那个事情。对，我理解那个玉林老师你的看法其实我跟玉林老师你讲就是说，台湾不是很喜欢讲那个南岛民族是由北而南那个从台湾往外扩张的嘛？全世界没有几个人认同啊，但是我们台湾人自己讲得很爽啊。就是说我们在推论的过程中就是先不要预设说这个人的言论有没有被接受，是说他符不符合我们假设跟迁徙交叉验证的逻辑啊。林玛丽有的讲的是对的，有的论点我也不认同啊。那外国的学者有的我认同，有的也不认同啊。就是说，我们就取那个我们认为客观合理的证据来做我们推论的依据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吗？这样我们尽量这样的啦，就是说不要预设立场所以我其实看到那个不是很好的学者我也会看他的内容，稍微把他收集的资料，因为他也会收集资料嘛。至于他怎么把这个资料当推论的方式，那是他的方法。但是他收集到的资料可以变成我推论的方法工具了，大概是这样。这样可以我们做学术
变成一个推理的方向，对不对，对？它本来就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它可能是对，有可能是错。那如果你放太多所谓的科学的信仰哦，你把这个科学当信仰来看，就会导致我们现在一大堆的人哦，我觉得我的老师讲的才是对，我觉得他讲的不对，所以你会被看那个锁住啊，会被锁死啊。那个考古学家哦，就有分很多派，我就觉得很讨厌啊。那个刘义昌他就说那个南岛民族是从台湾出去的嘛，可是那个历史语言所中研院有另外一批人就说不是，明明就不是，为什么你一直说要是？那我其实会觉得刘义昌有一点跟我们现在的政府的合作太密切了，他不得不这样讲。哦，大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理解。但是我们难道一定就是说他讲的一定不对吗？不能这样推论的，这样可以哈？可以。因为我很多都拿刘义昌的资料啊。因为好，我们继续再往下哈。好，那我们的祖先哈，移到台湾哦，还记得我们以前不是有给你们看那个移到台湾之后哈，它停在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我把这个图放大哦，你们比较可以看得懂。这个左下角这个箭头是台湾，看得出来吗？有啊，有看到，有。它的延伸出去这个白白一点一点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琉球古路哦。它这个以前这个可以用走的哦，这一条是可以走路的哦。我不用划船哦。走路。以前那个什么日本人不是来台湾？他们不是说以前的神文人嘛？他们怎么从台湾划船到那个琉球嘛？他们不是有实验嘛？根本不用划，走路就到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以前的那个时代3万年前的人类并没有航海的能力，他不会划船的，他一定只能走路。那时候的水很浅啊，对，只是在那个会很深啊，水都还可以看得到鱼。对，对啊，那个时候还可以米出救啊。对，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的人类，就算水很深，他也没有办法走过去啦，他也只能走浅的啦，也逻辑是这样子。可能也是涨退潮，可能才走，也应该也有这个吧，都有可能。结论就是说，他只能用走的，就这样子。对，所以那个日本人3万年前的话，应该也没有那个造船的能力吧？还没有造船的能力，没有那么快。对啊，对。所以严格讲，他们可能只能抱着一个那个木头啦，在海面上飘啦。也是可以的。以前的能力只能这样子啦。好，那我们阿美族人活动的范围我们预估就是在这个位置。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判断呢？我们上次不是有跟各位提到吗？我们在这边停留的原因是再往北就变冷了。另外一个原因是说，我们跟神文人呢有同样的基因那个很多文献都有发现阿美泰雅跟神文人它有一个基因的重叠性啊，那个就是我们讲的硒，很微量的硒，又没办法证实这三者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他就说这3个的民族的关联性很近，但是又找不到他们共同的 DNA， 其实就是硒。简单这样讲，为什么找不到呢？因为后来的阿美族人已经跟 O3、O1 跟 B 混得乱七八糟，你根本测不出来它的硒了。硒的量就很小了，已经很微量了，它已经被稀释掉了，已经消失了。对，你看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图阿美族人大概就是活动范围在这边你看这边是不是都有海岸线？这个阿美族一定超爱这种地方了，这个是一个内陆环海的。对。然后这个地方又有那个黑潮，很温暖。对，为什么人都喜欢住在这个地方的原因他说台湾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啊，他说台湾到冰河时期的时候，只有比现在平均温度低6度而已。比较温暖啦，很温暖。这个地方又是黑潮经过的地方，暖流，它又可以带来大量的那些海上的生物，它就
很有那种，就是说可以在那边生活的特别好，就是在这个区块，因为这边刚好有黑潮经过，发现海鲜这些祖海鲜先被他们很多，海发现鲜了，所以他们就停留在那里。对。那可是我们有一群人，他并没有就乖乖停在那哦，那个就是我们讲的神文人，他们一直直接到北海道去了。往北走就对了。对，那这一支哦，你们有没有印象？我有传过给你们一个影片嘛？那个老高不是有讲说，日本有一群人呢、从那个非洲直接飞到日本，哪有那么厉害？他们就是走这一条路，最后到日本。哦，就是这一群人跟我们有共同组员的神文人了哦。那阿美族人停留在这边哦，重点来了，这就是阿美族人整个基因大改造的时代来了。那个 OE 在那边混血，对，没有错。三啊，等一下哦，你看我们讨论的太激烈，我都没办法关掉了呢。好，我们来看这一张图，很重要哦，这一张图非常的重要哦。我刚刚画的我们阿美族的位置哦，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就是在这个地方。哎，对，我别的颜色了，依稀看得到。绿色，这边这个位置，就是我刚刚画的那个位置啊。阿美族人就是在那边停留开始哦，你看从2万年前哦开始退哦，退到12000年的时候，你看它那个海岸线已经往内陆退了，对不对？往内，哎，对。那到了7000年的时候，它就退到就现在的样子了。现在了，对，好，无限沿海了。你知道 O 型的人什么时候到东亚吗？差不多就是在12000到15000年之间，到这边这个海上，这个位置，所以我们的祖先哦，也就是说具有 C 跟 E1A 的斜基因的人啊的组员哦，跟 O1 结合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哦，比较快。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大家就看得更清楚了哦。有没有看到这张图哦？就是海平面全部都上升之后哦，阿美族人已经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对岸去了啦。哦，那好玩的地方是泰雅族人选择留在台湾。对呀。哦，泰雅族人选择留在台湾。我们本来是同一批人哦，泰雅族人跟O1混血之后，他选择留在台湾；阿美族跟O1混血后，选择留在大陆。那我再跟各位讲哦，上次不是有提到我们还有 O3的血统吗？你看 O3在哪边？在中间呢。他跑到里面来了。我们跟这个 O1 混血哦，又跟 O3混血，所以我们具备了2种血统哦。那我已经跟各位说明了 ，O1 就是 O 系列里面的海洋民族哦，那个 O3就是我们讲的现在的北方的汉人哦，北方的中原人啊。但是古羌人，古羌人，现在的羌人是被混血，是古羌人最早的纯的古羌人啊。对，也算是古羌人了，但是他有抓到他的 DNA 哈，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个就是我们阿美族 O3的，我一直对这个血统很好奇，去查了一下哦。你看他的年纪是不是13000到17000？是不是刚刚好？我们就是海水在慢慢往那个什么？那个往陆地内陆靠近的时候，那我们阿美族人往里面走嘛，他们又往海边走，有没有？我们就跟 O3，你们知道东夷人哦，东夷是北方的 O3，你知道那个 O3的最早期最有名的人是谁？你们知道吗？O3就是秦始皇的祖先了。所以我们有共同的组员叫做秦始皇。秦始皇，
哎，这个也蛮讽刺的呢。哎，哎呀，我们得到的是，秦始皇他是一个很霸道的一个的人。对对对，我跟你讲，欧三就是霸道，没有什么，欧三天生就是霸道。对啊，哦，欧三本来就是那个我们看看我们跟古羌人有多近哦，看一下那个玉林老师讲的古羌人，他是O3A2C1A， 有没有看到？有，后面还要再加上一个 1A， 好，1A 就是我们以前所谓的汉人的祖先。那就是4100万到6700万年。没有，他这个是0.41万哦，就是4000。对啊，4100万到没有万啊，4100。汉族，我跟你们讲哦，汉族是一个很后来才形成的民族，他以前根本就野蛮民族嘛。我跟你讲，我讲白一点，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华夏民族的那个创造者，全部都是O1啊，跟O3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们讲的皇帝，哦，我们讲的有那个伏羲氏、神农氏啊，都是 O1，跟 O3没有半毛关系。好，那也是很近代，4100年。对啊，他们汉人本来就是很新的民族啊。哎，4100年呢？他们一点都不古老、啊。你说12000年也算是近代的人啊，12000年的人啊。12000年是那个啦，是O3的是东夷人，12000。对。玉林老师，你要说什么？我说也算是近代啦，我是说12000年的民族了，还算是近代的人啊。也是很近的，比较近的，对对对。那汉人也是我们讲的汉人的概念，汉人的主体性的形成也是更慢，他到那个4100年前，4100年才形成汉人的概念哦，很慢哦。好，我们来看这张图哦，你看看这个里面，我们看那个框起来的哦，我念给你们听哦，其中4个台湾原住民族群保持高度集中。他讲的是什么？泰雅、台湾、布农，可能还有一个是邹族之类的哦，因为前面的没有截取到。保持高度集中有 OM119哦，这个就是 O1 的血统 ，OM119是 O1 的血统哦。但是阿美族则比较分散，它保有43%的 OM119。跟46%的 OM122，你们知道 OM122应该就是指的是那个 O3的那个部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阿美族有一半 O1，有一半 O3，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所以我们有秦始皇的血统，也有百越民族的血统。所以你看他的结论很好玩。那个改名百越是楚王的那个。对对对，我跟你讲，百越民族就是那个吴国、越国，对，哦，这些都是百越民族哦。百越无聊越啊，对，吴国，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们哦。以后啦，我真的没有时间。日本人的祖先哦是吴国人哦，跟那个越国打仗打输的时候逃到日本的东夷人，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你讲的吴国就是浙江这个地方的上海这些吴国人啊？对，他们是属于东夷人，就是我们讲的O3。对，也应该也不能说完全O3，很多是O1，就是说属于东边的百越民族。有O2啦，O2跟O3。O2比较难呐，O2是属于那个我们讲的那个云贵高原那边的现在的少数民族都是O2。那个苗族那边的。对，苗族那边的啦。对。所以你看，我们这样推哈，很大的。我现在跟你们讲的是说，你们看最下面那个红色的框框写的内容，说
阿美族和其他氏族诉说着不同的迁徙故事。有没有发现这个笔者下了这样的结论？他的意思是说各说各的就对了。不是啦，诉说着不同的迁不是徙故事。他的意思说阿美族的迁徙的故事比较多元，比较不同。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哦，自从冰河时期就被困在台湾，他就没有出去了。对对。阿美族人是在中国大陆那边，他没有在台湾。嘿，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我知道，所以说我们有秦始皇嘛。所以你看看哦，他讲说，我在网上面看哦，4个台湾的原住民保持高度的集中，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因为没有混血了，他们在台湾之后就再也没有混血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等于被隔离了。对对对。好。我在问升龙哥，那升龙哥这个部分哦，因为我们已经混到 O1 跟 O3，这边你有想要问的问题？这边你说的4个台湾原住民族群是哪4个？应该就是大族、泰雅、排湾、布农，另外一个应该指的是邹族。邹族。泰布排。OK。泰雅、排湾、布农啊。泰雅、排湾、布农、阿美族是4个民族。你们看文章不要这样好不好？他讲的4个台湾民族跟阿美族是不一样的意思的啦，不一样啊。阿美族是这个4个以外的另外一个叫阿美啦，所以你看看最下面那个结果显示，阿美族和其他氏族诉说着不同的迁徙故事嘛。就阿美族不一样就对了。反正还有其他4个族群呐。这个4个族群已经被困在台湾，所以他们才会保持高度集中的 DNA 啦。就像泰雅族，泰雅族就很集中啊。对呀，他们都很集中啦。泰雅、布农、排湾，他们的 DNA 都非常的集中。对啦，还有邹族也很集中。对，可以理解哦。可以。可以。你们认真读一下嘛！你们有很认真呢。你们读我还知道在描述。你们读错了哦！你看意思差很多嘞。我问一个问题。好，那个经验请说。你说，冰河时期退了之后，所以阿美族是还在中国大陆？对，阿美族没有过来，对，他没有过来。对。哦，可是我从那个，你可以打开那个文字吗？好，刚刚开的那个。等一下啊。应该是前一个。感觉那个意思好像，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点读到是，因为他说阿美族跟菲律宾是很近的，那个基因是很近的。对，后面的嘛，对 B4A1A， 对。怎么有一种感觉？不是这个，对不起，我应该是开到这个啦。这个很像。阿美族他在台湾了，然后菲律宾来到台湾，跟台湾的阿美族融合了，所以他们的基因比较近。他这个好像是放他古路那边才得那个，是因为我们要这样子推。是，玉林老师你先说。你说你刚才说的对了，我说那个信燕他弄他的那种推论就错了，因为你说那个 B4A4A，B4A1A 是应该是在这个菲律宾没有来台湾啊。我们先讲一下那个信燕提出这个问题哦，就是他可能在时间序上面的问题啦。我们现在讲这个的比较特别的是说，阿美族之所以跟台湾本岛上的原住民哦有着不同的迁移的故事，是来自于冰河时期结束的时候，这一群台湾岛上的原住民族就没有离开过台湾了。那阿美族继续在外面流浪，直到4200年回流台湾之后，所以它有不同的迁徙的故事。但是其实我们严格讲，我们跟泰雅族是同源，你知道吗？但是为什么后来我们
我们的路径跟台湾的原住民族有差那么多。刚刚好，你看那个他们不是在挖那个亮岛，就是在福建那一带，不是有挖到那个亮岛的 DNA， 还有那个潭石山的嘛，还有旗河洞的。其实原则上可以他们说话吗？喂，因为是阿美族的祖先是领袖。没有啦，那个老师，我们客观描述事实就好了啦。就是说，我们不要太多的那种意思哦。我们也不知道谁是领袖啊。那个逻辑是这样，就是说，他这个主要的意思哦，因为我们没有要解读，就是跟这一段还没有要解读跟菲律宾的关系啦。他是直接又把后面形成的那个关系在后面再描述所以我们并没有要先解释这一段，等一下我们讲到 B4A1A 的时候就会解释到这一段了。新燕这样可以吗 ？OK， 继续。对。其实刚刚新燕所讲这一段我们阿美族，我们这一段阿美族只走到福建，还没有往下走，还没开始往下走。我们这个还停留在福建就对了。我现在还没有去过菲律宾啊，我们现在还没到菲律宾，对。现在还停留在福建到印尼，你的意思说只有到印尼是直接到台湾吗？还没有到菲律宾啊？不是，我说我们现在讲到我们得到了 O1 跟 O3哦，我们现在人还在那个福建那一带啦，福建沿海啊，福建沿海那一带。对。新燕他讲的话，就是那个 B4A1A 是从台湾，他是到台湾才得到的吗？没有 B4A1A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啊。所以我是说那个是后期的事啦，那个时候阿美族身上还没有 B4A1A 啦，因为阿美族那个时候没有在台湾啦，也没有在菲律宾。对，串搭古路是1A 哈啊，是这串搭古。训他古路，对。训他古路，训他。没关系，我怕你们都乱叫了没有了，我认真。复习一下，等一下，我们先复习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的 C 已经 OK 了嘛？我们到训他大陆的1A也 OK 了嘛？对不对？对。那我们刚刚那个冰河时期结束我们到中国大陆得到了 O1 跟 O3也 OK 嘛？对不对？这个 OK， 那个秦始皇 OK。好，那我们现在人在哪边我们现在人还在福建呐。福建沿海。对，我们人还在福建沿海对。跟集合洞是那个有祖先的关联。对，我们还在那一带好，我们来看一下。再来就是 O3 O3 在北方大崛起大概就是我们讲的7000年前应该没有那么慢，它应该就是在冰河时期从9000到6000年这一段期间都在往下去压迫 O1， 就是 O3 开始压迫 O1 的，这样可以理解吗？理解。凯明，我要切入一个民族，是那个鲜卑人，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匈奴人，他们是因为是往下来的关系去破坏这个O1的民族吗？因为我们现在先不要讲民族因为你讲鲜卑人或者是匈奴人因为他们的因为鲜卑跟匈奴这个是现代人跟秦始皇那时候，他那个概念上是一个族群的概念我们现在先用那个 DNA 的概念来解释因为我们讲的鲜卑族群或者是那个匈奴人你看匈奴有黄种人也有白人你是讲白匈奴还是在讲？对啊，就是没关系，我们先不要讲那个族群因为你讲到族群的时候，就因为他的身上的 DNA 可能各种都有了，我们就纯粹讲藏族也有啊，我们就纯粹讲带有 O3 这个民族的 DNA 的这一群人这样比较好了就是说 O3开始从北边往南边那个移动南下，对，导致可是他们的移动方式不是那种跟你好来好去的，他们是用那种
比较是用武力的方式、侵略的方式，所以就是强占的对方式。对，O1的人哦，就往南跑。哦，这个往南跑有什么证据支持哦？我当时有 po 哦，我们来看这一张图哦。你们看哦，从最左边开始，9500年前到7500年前哦，你看东南沿海是不是还有那个浅蓝色的？有没有？有没有发现？好，你没有发现到了5000到3000年前，这些浅蓝色的跑到哪里去了？往那个东南亚吼，到那个我们现在的那个越南那个位置，那个中南半岛那边有没有发现？它往南走了，看得出来吗？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往东南这边走。哎呀，你看他们的移动的位置哈，本来他们在这一边嘛，哎，我把它用红色的，本来他们在这边哦，后来跑到这边了，有没有？好，再来第3章呢，他们不见了，完全消失嘞。对呀，所以这些O1的人已经不在那个，应该是说消失的某种程度上是被O3全部同化掉了。没有哦，他们是往南岛，对，南洋这里，没有错。所以今天信念不是有问我一个问题吗？那个在中国那个中国大陆的，就是在南亚这一带跟所谓的东南亚的差别哈。中国如果以中国大陆这一块来看的话，它的南方的人哦，其实跟北方的人已经混血的差不多了。那我们讲的东南亚这一带的人哦，其实都是 O1哦，跟其他的 DNA 结合的，所以你仔细看人种，你就看得出来。你看中国大陆的人种啊，民族嘛，跟我们东南亚的，像泰国、那个缅甸、越南这一带的人种，是不是就比较不一样？因为他们是被迫往南迁徙的O1，跟其他不同的 DNA 混血的，对，完全消失了。他们也不是说消失，他们的基因被同化了，对，跟其他的 DNA 混在一起了，就是这样子，被同掉了。所以我们以前就有人提到，就是说啊，那个 O1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航海，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他们就喜欢连在一起嘛。然后说 O1就是那个南岛语族的祖先呐，他们很喜欢这样讲嘛，大陆人。对啊，事实上也不能说不是啦，对啊，那往下的全部都是那个缅甸呐、越南那些都是O1呐，所以变成航海民族这一支会到万纳度啊，会到那个新几内亚，会到那个夏威夷，会到复活节岛啊，甚至到西边的马达加斯加岛，是另外一个 DNA 的组合哦。不是纯粹是O1哦，这个不能这样子推哦。好，我讲到这边的话，那个我还是要问升龙哥，我这边讲的话描述有没有很清楚？可以，可以哦。对，好，那我们就借由这张图哦，你们看哦，我们当时候在福建沿海附近的那个阿美族的祖先哦，具有硒已经消失了啦，剩下 O1、O3 还有那个 E1A 的基因的人哦，往南边移动啊，往这边移动，一直移哈，移动到我现在圈起来的这个岛叫做苏拉威西岛哦。为什么会有苏拉威西岛？因为考古学家哦，在这边挖到阿美族的骨头啊，距今在7000年前哦，挖到了一个跟阿美族的 DNA 是相符的哦，然后它这个时间是距今7000年前哦，也就是说阿美族很早就跑掉了，也就是说阿美族可能在8000年前，或者是将近7500年前就赶快往南跑了。那个时候的冰河时期哦，是正在融化中啊。
所以它的路径不一定是这样子哦，它的路径可能有一些还是陆地比较好走的时候，它就往南走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哦，所以这个位置哦是还好是一个德国的那个考古，他们有挖到骨头哦，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阿美族跟一般的欧万一样哦，就往南跑了哦。但是他们有的跑到越南嘛，有的马来西亚嘛，那阿美族呢是跑到苏拉威西岛这边。凯明，我想加一些话哈。有没有看到那个南非那边不是有一个岛吗？一个地图吗？像台湾一样。人家说他们的血统跟我们台湾的原住民的血统一样的，他们也是欧汉，他们可是又回流过去，又去混血那边的非洲人。老师，你讲这个东西以后会讲到我们阿美族的大航海时代，你讲的就是马达加斯加岛了。对对对对，马达加斯加岛就是1500年前哦，阿美族人哦往东边跳岛哦，他这个是可能是我是觉得那个阿美族最伟大的航行反而不是纽西兰呢，是马达加斯加。对，好远啊！阿美族人大概在1500年前哦，到了印尼之后，选择往东边走哦，他就往那个马达加斯加岛那边去，所以他们那边的 DNA 有混着 B4A1A 跟当地的黑人的混血。在讲啊，人家都要去什么，去完全把自己不要做一个古人啊，这应该是变成新的民族。可是他们又回流到那边，还是回到那个古人的时代的民族。我在想，因为那边的人，毕竟阿美族过去他们的人可能比较多吧，还是依照他们的模式生活吧，因为他们那边是黑人呢。对啊，是。对，阿美族过去的人就几个船队啊，不可能统治他们，有点难。但是在南岛这边哦，因为都很近嘛，像梅拉尼西亚啊，还有什么米克罗尼西亚都很近，所以可以互相支援啊。你到了马达加斯加岛，你就没有同伴的啊，一定要那个就是跟着他们一起生活了，应该是这样子。好，你刚好提到这个，我就刚好提到那个是阿美族人哦，1500年前的时候往那个西边航行哦，一直到马达加斯加岛，所以我们阿美族真的是一个伟大的航海民族哦。继续，好，我们再往这边哦，所以这个最后一个阶段哦，快9点了。阿美族人哦，大概就是在我们刚刚不是有圈起来吗？这个位置就是那个苏拉威西岛这个位置哦。所以阿美族后来哦，在这边鬼混了2000多年了。哦，那这边的血统哦，就是 B4A1A。阿美族在这边跟当地的母系通婚，阿美族的男人跟当地的母系通婚，变成 B4A1A。阿美族的变成 D4A1A。B 哦。B4A1A。哦，就是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B4A1A。好。B4。我们看一下这边哦，我们的顺序哦，凑齐了哦。C。哦 B1A、O1、O3、B4A1A。哦，最后阿美族的基因就是这几个基因的组合。那 C 已经被冲淡了，被谁冲淡？被他的敌对的父系 O1 跟 O3 冲淡掉，所以变成我们留下的父系的变成 O1 跟 O3， 母系的话就是 E1A 跟 B4A1A。哦，那我们的你们随便一个人去测那个，好，记得好像是6000多块吧？要钱嘞！你可以去测那个 DNA 哦 ，DNA 啊。你可以去测那个有一些民间公司有 DNA， 他会告诉你的血统啊。我跟你讲，你测出来就是这些啦。B4A1A。对，凯明，你有去测哦？我没有测啦，没有那么贵。对啊，我3万多块呢，在那个马街。对了，好像是3万多了，不止3万多呢，私人的。好像没有那么台北那个什么医院哈，那个台北那个什么马街医院吗？
对对，好，我们把它讲完了，了。时间快到了。好，我们来看这个最重要的文献，就有提到这个是最重要的文献哦。哦，他说 B4A1A 这个单倍型上，阿美族是唯一有超高频率的44.9%的族群。那他说台湾其他原住民族不是完全没有，就是比例极低哦。比如说泰雅族只有 3.7%， 我们阿美族在那个台湾的时候有跟泰雅族通婚哦，也有跟雅美族那个，因为我们的米田堡哦，雅美族就 34% 了。对。米田堡协同，周族跟卢凯族可能有偷偷的通婚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下了。总而言之他们的比例都没有那么高阿美族的太高了，所以就证明了一件事B4A1A 的来源，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段因此 B4A1A 可以是起源于台湾和摩鹿加群岛之间的任何地方我刚刚不是有画给各位看吗？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一段我画的蓝线，就是摩鹿加群岛到台湾之间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是 B4A1A 的起源。B4A1A 不是 B4 我说 B，B4A1A。B4A1A。那我们阿美族就把这个我们讲的那个航海民族的 DNA 全部凑齐给各位看最后一张图很重要。这张图是所有的 B4A1A、B4A 的这个协同你们仔细看那个最下面我把它放大这个讲完就结束了。你们看这个红色的部分左边 B4A1A 是不是有接到什么阿密斯，还有那个阿泰雅有没有？这个就是泰雅族有跟阿美族人通婚的结果。再来是看右边是不是有阿密斯达悟？有没有看到？达悟族有没有看到达悟族？我们经过那个兰屿的时候就有跟他们混血嘛。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你们仔细看最重要的在这边我们之所以成为航海民族，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血缘。这边有什么？库克群岛、萨摩亚群岛、东加群岛，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阿美族在跳岛的时候的 B4A1A 的共同基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南太平洋的大洋洲这些不同岛屿的那个地点萨摩亚、东加，还有应该后面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是那个，这个是那个毛利没有吗？哎呦，新纽西兰好像就是这个，纽西兰对啊，纽西兰好像是这个，所以他也跳岛过去我们的那个祖先对，没有关系。大概我们今天的结论是这样，你们终于知道阿美族最重要的一道关卡就是凑到最后一个 DNA 叫做 B4A1A。好，我们凑齐了到 B4A1A， 我们是不是就回流到台湾之后？这个时候我们跟那个台湾岛上的原住民是我们分手了2000多年后才又见面的嘞，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我们的O1，他是我们的O1的，对，他们是我们 O1 共同的祖先，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的 E1A 跟 O1 跟泰雅族那么接近，几乎是同源，你就是知道这个原因的吧？对，他们就是他们知道了他们的同源的祖先在那里，所以他们又回去那里。其实他们也是从那边来的台湾的阿美族也是从那边来的，又往南洋才会知道他那个他们要回去的地方，他也知道，应该是这样。其实我真的觉得，为什么我们那个会回到那个南太平洋？因为我们以前的祖先西就是往南太平洋，我们其实是继续完成祖先的一致。对。好，那个讲完了啦，9点多了啦。哇，跟你们讨论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收获啦。那个森龙哥，我还是要问你这个部分有没有哪一个部分你需要再厘清的部分？我要先消化，目前是没有。没有
那我其实都有把这个档案呢、用在你那个记事本的那个云端的那个 Word 档上面了。我弄那 Word 档弄得更清楚了，比较顺序更好。如果你要看的话，看那个 Word 档比较好。了解。 OK， 好，那还有呢？星夜，你有没有问题？星夜，你这边我这边没有，只是时间太少了。太少了哦。你看我们讲2个小时还不下课。我们在讲我们自己的祖先是最伟大的航海民族，越讲越兴奋呢，真的。那个小北老师，我们就请你帮我们做个结语哦，就不要耽误大家休息的时间。好。Suri na ko pi kasasolita naging kita to na no mita airangan amis nanay 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激烈的辩论哦，真的很有收获，真的下一次也是希望大家还是一样有问题就提出来，然后把问题处理掉以后，可能我们的答案会更明显啦。hati-lai ko sa soalan ako. Oh, 海妈妈，今天晚上晚安咯，好好睡觉咯。Hai pagi. 海妈妈，拜拜，谢谢拜拜，拜拜。